唉，今晚又要喺你屋企 OT 趕份 proposal 俾老細，希望唔會有啲咩意外，快啲搞掂佢啦。咦，我個電話冇電咯喎，插個電先。No， 插頭同插蘇都唔合格，用我呢個啦。佢真係好貼心啊！哇，真係做到眼都花，洗翻個面先。唉，做到個電腦都冇晒電。誒，等陣，隻手濕晒用電器好危險㗎，一陣你電親入醫院，我一個人搞唔掂份 proposal 㗎。你又啱啫。死啦！要跌親啦！插頭一個搭一個，打晒棘咁，好危險㗎。同一個拖把唔可以插咁多電器，唔用嘅電器就掹咗佢。另外，高用電量嘅電器就要用獨立插座，避免造成電力超負荷。終於搞掂收工啦！又輪到有獎問答環節啦。今集嘅問題係：使用電器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呢？ A. 唔可以同一拖把上接駁過多電器。 B. 高用電量嘅電器要使用獨立插座。 C. 唔可以濕手嘅情況下觸摸電器。 D. 以上皆是。答案係 D. 以上皆是。